本集內容：降低定義或擴闊定義。定義係降低嘅時候，就會涵蓋較多例子，亦即擴闊定義。如果定義係提高嘅時候，就會涵蓋較少例子，亦即縮窄定義。而定義嘅改變往往會造成誤導。較低嘅定義，例如車嘅定義，可以包含單車、房車、貨車。較高嘅定，例如汽車嘅定義，就只係包含房車、貨車。更高嘅定義，例如重型汽車嘅定義，就只係包含貨車。例子一：你想點啊？冇咩想點，我想撮合你哋啫嘛。我使鬼你啊！你唔搞我算幫忙啦！我話俾你聽啊，你坐低唔准出去啊！喂，幫忙嘅意思通常係主動而有所作為，但係片段裏面男子話你唔騷擾而當做幫忙，咁即係將幫忙嘅定義降低，又即係將定義擴闊，將不作為亦都納入幫忙嘅範疇，等人哋唔使再以幫忙嘅名義煩到自己。例子二：我有嘢同你講啊，芝士。小安啊，你係咪傻噶？我同你分手2年噶啦，今日同我結婚啊，你可唔可以放過我啊？阿芝士，我真係好愛你噶。阿新郎哥，你都好人嚟噶，你幫我勸下佢啊。你呢個要求會唔會過分咗少少呢？片段裏面男子話情敵係好人，求情敵說服女子回心轉意，跟自己走。咁即係將好人嘅定義降低，亦即係將定義擴闊。好人到要將女朋友亦讓俾人哋，歪曲咗好人嘅意思。例子三：香港啲攝影技術真係世界一流嘅，嗰啲攝影專家咧經常入選世界沙龍㗎。我就話唔係啦。你唔信？有咩證明啊？嗱，你睇下我呢啲咁嘅身份證相，你就有得證明啦。片段裏面男子話香港嘅攝影技術一流，攝影專家經常參與世界級沙龍，但係婆婆就唔認同咁話，你睇啲身份證相就係證明啦。婆婆將證件相都納入攝影嘅範疇，係擴闊咗男子所講攝影嘅意思，係降低定義或擴闊定義，令到男子感到無奈。最後總結，降低定義或擴闊定義係放大字詞嘅涵蓋範圍，而造成誤導。相關嘅議題，我哋會係將來嘅集數再加以討論。拜拜。